夠，情緒極度暴躁，是鼓動還是失望，還是被世界折磨？假使我仍未夠好，你不要唾棄我好嗎？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，我在這邊陪你寂寞。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房，別為我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陰影跌下過。不會死，才是勝利。超出那角落裏都市的預期。其實我很好奇，真好奇，何時要炫耀這種心理？我只知道今次我